繼續來看花蓮縣舉辦公教運動會，各單位進場的方式攏發揮着創意。講消防局特殊大隊進場是貼羅漢有布條，布條面頂用館長的名“市真為”的真為寫講真心守護為民服務，結果引發批評了。消防員工作權益促進會就鋪文，講消防員唔是作秀表演的工具。上擺公務員做伙翕相，中着老互花蓮縣大家長市真為22舉辦公教運動會，縣長的面冊鋪相片，所引發着爭議。6個警消3人一組，踏羅漢摕布條，用市真為的名印真心守護為民服務。另外一組手提彩球，褲佇咧台前擺啦啦隊的隊形。不過因穿的是柑仔色的制服，代表的是專門救難的特殊大隊。這已經不是第一次花蓮縣的消防員被要求參加這種活動，甚至有消防員是因此而停止訓練的。花蓮縣政府的消防員長期人力不足，結果我們花蓮縣政府竟然沒有好好思考如何來運用及珍惜我們消防員的人力。雖然說後市真為甲部分有爭議的相片抬掉，不過討論佇咧社群平台原來的繼續。網友留話想要到警消嘛會曉人使，這敢是彩衣娛親的世界？嘛有人質疑是造成活動要互縣長歡喜，嘛有人問講布條敢是用民眾的現金做的？那邊從這邊過去，右轉再左轉。馬達溪溢落的水災第一時間就出動救援，需要特殊的裝備，就要互特殊大隊出勤來執行，專門處理重大災害、山系、水系甲高角度的救援經營編組，刷佇咧運動會，稱作啦啦隊。面對惹出爭議，花蓮縣府無回應。消防員促進會是呼籲，應該互消防員恢復法定的3大任務：救災救護、火災預防，甲有大數培靈村運動會甲消防無關的勤務攏抬掉。Hello， 我是張新文。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